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形式主义，再聊一聊这个教师转岗潮这两天的热点啊。我们昨天也做了一期关于这个用形式主义遏制形式主义，用形式主义治理形式主义，治理形式主义最后变成了形式主义。那今天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有篇文章也是关于形式主义的，叫天下公文一大抄。我看看这个外媒是怎么看待咱们这个形式主义。他说，中国地方政府接连爆出公文抄袭事件。今年7月，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县长调研稿与当地五台山景区党工委副书记调研稿内容高度雷同，约390字全文中有超过320字重复。同月，广西桂林市乐平县被爆出在当地的防火安全规划中直接复制粘贴湖南安化县关于水文数据的文本。你说这种抄袭连洗稿都不洗了，也就是把这稿子假模假式的改一改都算了，直接就抄，改头换面抬头改一下，落款改一下。但是有的人连这个抬头都不改，说类似连地名都忘了改的拙劣公文抄袭现象并不少见，闹出了大笑话说2017年陕西神木街头一则户外标语开篇竟写着爱国爱家爱我长沙，内容取自长沙市民文明公约。你说在陕西的街头贴着爱我长沙，这就好比咱考试抄隔壁的卷子，把名字都一把抄了，你说这不是难为老师吗？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引述多名公务员称，文件互抄在基层较为普遍，不仅是本地区不同层级之间，跨省市抄袭早已屡见不鲜。中纪委监委网站2023年曾披露公职人员抄袭的8种类型，包括跨地抄、跨时抄、随意填写、临时编写材料、抄自己过往材料等。说实话这个也不能全怪人家抄，本来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但是此抄非彼抄，复制粘贴那是最拙劣的。其中一例是杭州拱墅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党组成员与各科室中层干部开展谈心谈话22次，但在材料中22次谈话的人员不一样，时间不一样，谈话内容却一模一样，一字不差。这个就是糊弄都已经开始糊弄了。相关责任人受到责令检查处理。任务繁重，安全至上。媒体报道中，基层公文任务繁重，时间紧是导致出现抄袭问题的大背景。新华社2017年的一篇报道，基层部门为何抄袭成风，称传递式发文、共享式写作是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甚至干部常用的套路。报道引述西部省份一名省级机关秘书处负责人称，我1年来要撰写的文件材料有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有1份。这名负责人说有些材料要的着急，当天布置当天要，有的要连夜完成，根本没有精力认真组织内容，因此涉及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至少70%是照葫芦画瓢。抄袭公文现象已经多年，但只要不被公开，基层政府就不感到困扰。中国新闻周刊引述东南某地一县级公务员说有时领导调研仅是到场拍几张照片，讲几句话便离开，却要求提交数千字报告，没有原始素材，只能编。当然了，作为基层公务员也不要再抱怨了，即便这样的工作很快就要被人工智能取代给这个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或者是对吧马斯克的那 Grok， 你就拍几张照片你就可以要求他提交对吧几千字的报告，你还可以要求他的文风模仿胡一金老师写，你还可以要求他对吧大纲。为了提升效率，他和同事们都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初稿，再人工晕色。领导对此心知肚明，还会叫我们去外地的政务网站找模板，不要抄本省的。报道指出，出现问题不仅是审核把关存在漏洞，更因为抄袭的成本过低。多名公务员说，在时间紧、任务急的情况下，彼此借用内容和裁缝式的写作心照不宣，大家都不容易。只要不直接涉及群众利益，互相借用也没什么。抄袭也容易确保政治正确。新华社报道引述基层公务员称，转发文件、模仿写作，很多时候也是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东北一名省级部门公务员坦言，接到上级公文后，一般
就原文转发，一般很少会加入自选动作，因为这样做没毛病，就看会抄不会抄。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搜索公文写作，会出现类似许多成为笔杆子、文秘小助手、如何写材料等账号分享写作秘籍，都强调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会抄不会抄。这些秘籍指出该抄就抄，不要过分发挥自我，要在抄和模仿中进步。一些微信、小红书的博主还公开售卖相关模板，只要29.9块人民币就能买到一整套公文资料包，包含过往政策文件、领导讲话集锦、人民日报优秀句式等。中国政府公文有严格的写作格式，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决议、决定、命令、公报等15种法定文种必须按用途显用陈述情况，汇报工作用报告，请求上级批示用请示。这些格式往往在许多人准备公务员考试时就需要烂熟于心。对于市以下基层执笔者而言，政策会议精神是由上级传达的，形式是固定的，政策是借鉴外地经验，金句则来自网络，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拼接式公文出现不足为奇。近来谴责公文抄袭的报道变多了，一些自称是基层公务员的网民甚至访问，连公文都要原创了吗？基层牛马太难了。还有许多中国民众对公文相似习以为常，认为不必对抄袭大做文章，县级以下单位的公文不管抄不抄，没人指着他来推动治国理政。还有网友解读，要问责的不是抄袭，是糊弄。各位干活的时候要认真，抄可以，但地点、人名还是记得要换一下。这些评论带着调侃讽刺，却也带出更深的疑问：政府公文究竟是例行完成的形式作业，还是公共政策与利益的载体？上述新闻评论指出公文往往事关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关涉民生福祉和群众利益，容不得丝毫马虎。评论认为，要解决问题，板子不能只打在执笔者身上，要看到的是，很多文本就是为了应付上级或检查而写，形式主义之下不合理的材料考核要求，恰恰成了催生抄袭的土壤。这里就涉及到形式主义了不过，公开报道显示，过去1年，多地政府为落实减负规定，学习会、部署会并没有少开。例如，江西省就表示，始终将为基层减负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会议先后5次专题研究，将相关问题纳入学习教育集中整治，还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和定期会商、研判、暗访、抽查等制度。显然，地方政府为了减少形式主义，也是要通过开会的监督、管理、抽查、总结汇报，整治效果都省不了。这一过程一定能精简一些流程，但也无可避免增加一些流程。形式主义一时半会很难完全消除，只能希望基层公务员们工作认真，在借鉴学习的时候把地名写对。这个是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这个咱们这个基层的公文都是一大抄。这个当然跟形式主义有密切关系，但是我想谈谈我的一些看法。首先说明现在人基层公务员这种精神面貌出了大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大家也知道每年1200万大学生毕业，然后有400万还是多少万，对吧？去花钱报辅导班，完了考公务员，这是大的背景。然后这里面就有很多，对吧？什么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考一个乡镇的公务员，清华北大的这些博士研究生去考边远地区，都是基层的公务员。至少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公务员的素质在提高对吧？他们基层的公务员充斥着大量的清华、北大甚至国外名校的博士。那个苏州工业园区不是从清华引进了什么研究生是吧？那是苏翔宇是吧？也就是说，对基层来说，这个文化水平素质都在提高这基层现在公务员，你能到乡镇到当公务员，那都是要考的，对你的文凭都是有要求。换句话说都是至少本科毕业吧？本科毕业写个公文写不了吗？还要抄写公文给政府打报告，我以前经常干，我一天写几篇只能说明现在的公务员在这个技能上面是退化。因为不要看他是本科、研究生、博士毕业，他们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是小镇做题家，是靠刷题刷上来的，所以你让他写公文，那只能是抄，对吧？如果说写公文这玩意，我是最有发言权，对吧？我以前因为工作需要我每天给政府的不同部门打报告，
给不同的人写报告、写汇报、写请示，多的时候一天写好几篇，这都不叫事。所以说这个公文靠抄，完了这抄也很正常啊，因为看你怎么理解，这叫抄。这天下文章本来就是一大抄啊。这个抄指的是你把文章已经熟练了，对吧？你把这个文章你已经相当于你看了《红楼梦》，你把《红楼梦》吸收了，然后你再能写出来，这个就不叫抄。抄是叫复制粘贴，那是最恶劣的。常用的汉字啊，就800个，你往多的说，顶多1000个、2000个吧。2000个汉字，你说组织了多少文章吧？你现在文章有多少个？大部头的小说有多少啊？一共就那2000字，来来回回组合。所以说，第一个说明现在公务员技能素质是越来越差，叫土罐里养乌龟啊，越养越缩。你看看那什么喉舌那些评论员写的文章，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啊？所以从侧面啊，这也说明它是这个应试教育啊，它的一个恶果。第二个就是人浮于事，确实就是形式主义。现在由于这个地方政府经费短缺，对吧？财政呢比较紧张，大家现在油水越来越少，也就是待遇收入在下降，完了这些形式主义这些活还在增加，那大家谁能接受这种待遇下降、工作量还增加的事？所以说难免就开始糊弄啊。再加上他这很多公文啊意义不大，所以呢就是糊弄吧。但是糊弄你也好好糊弄，对吧？山寨跟山寨也不一样呢。你看看有的山寨为什么逼真，对吧？有的山寨一看就是粗制滥造，即便是山寨，对吧？你也得做到完美一点啊。这我认为都是缺钱闹的。第三个啊，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卷，外卖卷，新能源汽车卷，都在卷，码农也卷，996的也卷。但是啊，这个公务员体系表面上看卷，实际上不卷。他们表面上看啊很忙，实际上不忙，所以卷的还不够。我想啊，接下来恐怕公务员体系就要真正的卷，没有理由，对吧？这个牛马韭菜都在卷，公务员不卷，对吧？就公务员这个抄袭公文这种态度啊，无论是在外企还是在民企，恐怕早就干不成了吧，是吧？优化人员优化裁员，恐怕第一个就要裁他，但是体制内是不会裁他，对吧？就这些都留下了。正因为你不裁他，对吧？正因为没有这种压力，所以人家才这叫摆烂啊，躺平啊，对吧？你也不能说他叫摆烂啊，反正人家就这态度，无非就认为那是个铁饭碗，对吧？我好不容易考上了，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能因为这点小错误就把我这个踢出这公务员队伍。所以说啊，说来说去就是公务员这一块卷的还不够，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啊。也就是说，接下来这公务员也得卷，必须卷，把这个企业里面管人的方式，对吧？末位淘汰，这个把那些不胜任的，把它结业，这个一套啊，要尽快的在这个公务员体系里面要实行。我想啊，很快咱们就会看到。所以说，公务员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啊！所谓的铁饭碗不过如此。在这个经济下行的时候啊，不要指望着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说说教师这个职业，对吧？曾几何时啊，很多人认为教师也是铁饭碗，有编制，对吧？清华北大的研究生去当中学老师，对吧？为这个还得考试啊，得打破头。那现在呢？今天财新网啊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小学生源锐减，中部省份区县教师转岗分流》。转岗分流啊，分流这俩词已经好久没听过了。上世纪啊，1998年叫下岗分流，现在叫转岗分流啊，离下岗分流就一步之遥，快了啊！老师这个有编制，铁饭碗也不那么铁了。这个财新网这么说的啊，他说少子化叠加人口流出引发的城乡学龄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愈发突出。为应对生源结构的变化，一些中部省份于今年暑期集中启动教师转岗分流及选调计划。据财新不完全统计，今年8月，江西省共有5个市县明确发布了教师选调公告，总共选调教师658人。湖南4个县区发布类似公告，涉及教师岗位调整，总计689人。湖北、安徽等省区县8月也发布了教师分流及选调计划。从目前已发布的公告来看，转岗分流大概有3类：一是转学科、转学段，例如语文、数学、英语教师经培训后转教音乐、美术、心理健康，这是主科啊，转成副科了。还有一种是小学教师转到幼儿园，对吧？往下降级。初中啊，是2是乡村教师转去教师紧缺的市区学校。
三是通过公开选聘、内部选聘等方式转岗分流至教育系统之外的事业单位。这个一个是从农村往城市里转，这个显得还好一点。然后第三个就是鼓励你自己啊，通过什么公开选聘啊、内部选聘啊，从教师这个系统转到另外的事业单位。转岗朝下的去与留，那既然转岗，那很多人就不适应了，到底是留下还是走人？暑假过半，中部省份一些区县正在休假的中小学教师们陆续收到了教育部门发来的转岗分流公告。8月4号，衡阳市衡阳县发布2025年事业单位公开选调工作人员公告，说根据有关规定和解决衡阳县教育系统人编矛盾突出问题的需要，为进一步优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队伍结构，现面向全县在编在岗中小学教师公开选调230人进入县职和乡镇所属事业单位工作。符合一定条件的衡阳县在编在岗中小学教师均可参与选调。从该县选调岗位计划表来看，涉及衡阳县乡镇人社工作服务中心、衡阳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衡阳县老年服务中心等140个事业单位，共230个岗位。除衡阳县外，湖南娄底市兴化县、什么衡阳市朱辉区也发布了跨区选调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的公告。为解决城区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问题，江西省什么瑞昌市从农村学校选调在编在岗教师到城区中小学任教，语文、数学、英语选调名额较多，看上去很美啊，对吧？把你从农村调到城里面，把你从教师调到什么乡镇服务中心，但实际上都有限制。有地区对报名选调转岗教师做出了年龄限制，例如这个衡阳要求选调教师年龄不超过35岁。兴化县为填补城区扩招和农村高中教师缺口，选调410名教师跨学段流动，其中参与农村高中选调的教师年龄限定为1980年8月1日以后出生。对于是否要申请转岗，不同教师意见出现分化。部分教师担忧转岗之后工作收入下降或无法适应没有寒暑假的工作，但也有人认为转岗分流是个不错的机会，往后孩子越来越少，教师必然过剩，早转早安心。其实早转早受益啊。7月初，湖南株洲叫茶岭县小学语文老师宇璇接到转岗通知，他表示所在学校超编太多，所以要求老师都去参加选调，大部分老师都愿意参加。中部省份之外，四川凉山盐源县也于8月发布了教师转岗分流公告。如何选择岗位关系到职业前途。来自云南昆明的牛丽丽是一名有着15年教龄的乡镇语文教师，她对财新表示自己于去年参加县内选调考试，考到了教体局。今年7月，他正式转岗至县城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成为一名专职的心理师。他表示，转岗后自己开启了第2次职业生涯，很满意现在的工作。教师岗位收缩与学生锐减。随着出生人口的不断减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荒正在全国蔓延。在江西、湖南等中部省份，则出现教育人口大基数塌陷，基于东北等少子化严重地区学生减少速度类似，但量级更大，导致乡村学校教师超编。从七普数据来看江西、湖南未来2年几乎所有区县小学学龄人口均呈下降态势。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院这个研究表明，2023年到2027年，江西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60余万人，下降近20%；湖南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80余万人，降超1/6。虽然中部地区新生儿数量并不少，但地区人口流动较大，劳动力流出较多，常住人口不断减少。2024年，中部6省仅安徽常住人口呈正增长，其余5省均出现人口减少情况，合计共减少96万人。教育资源和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教育人口流出的原因之一。研究表明，由于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和东部有较大差距，中部城乡家庭普遍呈现出更强的跨县跨市流动，叫教育流动城乡生源结构矛盾突出。江西、湖南等地陆续发布教师选调转岗公告，旨在推动城乡教师资源优化配置。那对老师呢，
由于这个学生在减少，一方面对老师进行转岗分流，另外一方面收紧教师岗位的入口，也就是很多地方不再招老师了。江西万年县在问政江西平台答复网友关于今年是否招聘英语教师的问题时，明确表示2025年不会招聘英语老师。该回复称，近年来该县人口出生率严重下降，出生人口从2008年的7934人到2024年2478人，就16年间这个下降了80%截至2025年，学生人数将会以年平均4000多人的规模递减，按照师生比测算，教师也要以230多名的规模产生剩余，且主要是语数英教师，也就是每年万年县教师要多230多名。根据江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开数据，全省招聘教师人数也在逐年递减。2020年共招20775人，到2025年仅招聘2146名这个现在是5年前的零头都不到，这什么概念？教师超编问题不仅存在于中部省市，在广东这样的人口流入大省，一些区县也出现小学教师转岗分流迹象。有教师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其所在县教育局正对全县具有初中以及以上教师资格证、第一学历为本科师范类专业35岁以下教师进行摸底。杭州富阳区今年开始探索教师跨学段任教模式，这是财新网报道的关于教师转岗分流，对吧？根本原因就是新生儿出生率在下降，老师多了。那现在还能解决什么呢？把老师往这个地方政府这个事业单位，就什么乡镇服务中心什么青少年什么心理咨询中心等等像这些地方分流，缓解这个矛盾了。等到这些地方都已经塞满了，那大家想一想，那就是下岗，没什么好说的。很多地方现在准备把教师的编制取消掉，大家都知道吧？今年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地方的那个民办高校根本就招不到人，你招不到人，那你要那么多老师干什么？对吧？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是1200万，但是现在新生儿只有700多万、800万，这中间缺口就400万，也就是现在出生的这些小孩18年以后上大学，他全部上大学，一个不剩的，对吧？一个不落的，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上大学，那大学缺口还有400多万，那么多老师怎么办？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师范生呢，工作就越来越难找，因为各个地方老师的本能的少招，因为老师富裕他们老师现在都想办法给他分流所以师范类学生就业就很难。已经当了老师的，对吧？现在不要以为你分流这个转岗是好事，对个别人来说是好事，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对吧？看你转的什么岗。老师虽然待遇一般但是老师的退休金比那个本地区咱们只能说本地跟本地比本地区的这个公务员那平均是要高的这很多人都不知道。公务员不都是，对吧？像胡锡进老师这样拿高薪的退休金。同一个地区来说，教师的退休金应该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才是公务员。所以说你要转岗转到什么乡镇，你的工资降了，未来退休金恐怕还降。关键是老师一年差不多180天假吧，虽然也累但毕竟寒暑假是有的，这是有保障。你要是这个事业编，对吧？寒暑假就没了。但是对有的人转岗是好事，我相信对大部分人转岗都不是好事。所以现在还能转岗，说明，对吧？还能在本县范围内、本地区范围内慢慢去消化解决这些矛盾。等到转岗转的差不多了，没有岗位可转了，老师的下岗就来了。这个要不了2年有的这个欠发达地区他那个县级财政的预算呢，60%都是给老师付工资、付退休金，也就是老师的这个费用是大头。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查相关的这个报道和资料。也就是老师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地方财政来说，所以迟早是要向这块开刀所以我在很久以前就说了这恒大暴雷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现在正是，对吧，考了师范大学或者是师范生，应该想着怎么转行，一毕业干别的去，不要当老师。已经当老师的，如果你还年轻，应该也想着怎么转行，尤其是没有编制的，赶紧跳槽，对吧？已经干了10几年的，那没办法，只好熬到退休吧，对吧？就因为少子化，新生儿出生率下降，再加上财政困难，未来对老师是越来越不友好，就是就业这一块压力会越来越大。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